越嚟越多人問我有關心臟衰竭嘅問題，指狀係人好疲倦，血壓、收縮壓、上壓 systolic 唔超過100。當心臟營養不足，唔能夠製造足夠嘅能量，便無法正常咁收縮，慢吞，收縮壓變低，以致主要器官亦得唔到足夠嘅營養。所以心衰竭可以令多個器官衰竭。心衰竭嘅其中一個原因係心臟冠狀動脈堵塞。如果堵塞咗10%、30%、50%，基本上冇顯著病史。當塞咗70%，心便會有一種沉重嘅感覺。呢個便會令人不安，決定檢查心血管。醫生話冠狀動脈塞咗70%啦，但目前冇任何藥可以消除血管內嘅斑塊 plaque 通波仔啦，剩回15萬。當血管堵塞咗50%，本來可以運送100%血液嘅血管，而家其能運送50%嘅血液。心臟應變方法係泵多一次，有2倍50%嘅血液通過堵塞嘅血管。工作量多咗，心臟肌肉便會慢慢增厚，又叫心臟肥大。呢個便開始麻煩啦。心肌肥大咗，心臟更加需要多一啲營養，即係再泵大力一啲，心肌便再增厚。呢個便造成一個惡性循環。心肌越厚，心臟便越需要營養，越要大力泵血，越令心臟肥大。但胸腔奇有咁大，當心臟慢慢肥大，塞滿胸膛，胸腔冇空間容許心臟再肥大，再唔能夠滿足心臟營養嘅需求，心臟功能便開始走下坡，最後心臟衰竭。令冠狀動脈堵塞嘅原因包括吸煙、食肥膩食物、豬手、扣肉、雞蛋黃、雪糕、炸物。